在座各位散戶，你有冇諗過華爾街金融大鱷點樣喺市場賺大錢？佢哋嘅操作秘密，你又點樣可以學到手呢？你有冇諗過用最簡化嘅策略，跟住機構嘅步伐喺最佳時機入場？如果你有 follow 我 IG，你會見到我點樣分析 Bitcoin 同埋拆解機構操作，而時間點同埋策略先係關鍵。輕鬆交易，輕鬆賺錢。Hello，大家好，我係 Moon 阿濤，一位大學畢業嘅全職交易員，歡迎嚟到呢個可以輕鬆幫你賺取第一桶金嘅 channel。今集 Moon 會同大家分享2025年我最常用嘅一個短線策略，專門針對翻我哋黃金坦克時間，亦即係全球最熱鬧嘅紐約交易時段。呢個策略幫助我哋捕捉大波動，喺機構出手嘅黃金時間入場，捕捉一個高勝率、高盈虧比嘅短線交易。喺開始之前，記得 like、subscribe、share 我嘅 YouTube channel。你哋每一個嘅支持都係我繼續出教學影片嘅動力。我哋一齊嚟睇睇華爾街莊家嘅操作思維，喺黃金坦克時間捕捉短線嘅盈利。紐約交易時段係美東時間朝早9點半直到下午4點，而轉換翻香港時間就係夜晚9點半去到凌晨4點，係全球嘅核心交易時段。可能好多人都會問，點解呢個時段咁重要呢？咁容易捕捉機會呢？因為紐約係全球金融中心，華爾街嘅機構投資者、對沖基金同埋高頻交易算法都會喺呢啲特定嘅時間大手買賣，導致市場嘅流動性急劇上升。而更加關鍵嘅係，你會發現開盤頭2個鐘係同倫敦時段係重疊咗，導致交易量達到頂峰，買賣雙方嘅博弈推高波動性。再加上非農數據、CPI、聯儲局利率等等嘅重磅數據都會喺夜晚8點半去到10點呢一個時段發佈，一度加劇市場嘅波動。而我今日教你嘅短線策略就係教你點樣喺紐約時段捉住最精準嘅入場位置，避開莊家嘅陷阱。如果你想學識更多交易策略，可以 IGDM 我加入社群。我有一套完整盤面架構思維教學，每個星期嘅直播教學同埋每日嘅 Bitcoin 行情分析，幫你搭起屬於自己風格嘅一套交易策略。好啦，咁呢一個黃金坦克時間嘅超短線策略到底可以點樣執行呢？首先我哋會打開比特幣30分鐘圖表。我哋先要 mark 低清楚紐約嘅交易時段，然之後我哋會標記出紐約交易時段嘅第一支30分鐘嘅 candle 嘅高點同埋低點。當 mark 低完高點同埋低點之後，我哋可以轉到一個細時框1分鐘嘅 K 線。嚟到1分鐘嘅 K 線，你會見到前面呢一段已經成功打咗第一支30分鐘嘅 K 線之後，我哋就可以等呢一個盤整區間。當佢盤整完之後，佢就會向一個方向去推進。咁呢一個係一個上升嘅例子。假如佢向上方突破並出現一個1分鐘嘅 FVG， 咁我哋見到佢突破第一支30分鐘嘅 candle， 突破向上嘅時候，等到呢一個位置入場做多，咁止損你可以放喺 FVG 下方，而止盈你就可以跟翻我 IG 嘅教學，用翻 Standard Deviation 2至 2.5 嘅位置作為你嘅止盈。咁我哋見到呢一轉亦都成功 hit 到2同埋 2.5 嘅位置，咁呢個盈虧比亦都達到1比7，1比7。咁呢個超短線策略亦都帶嚟900點嘅盈利。如果你係一個保守少少嘅 trader， 你可以等待價格升到1比3嘅時候，就已經可以推呢個 break even， 可以將你嘅倉位食咗一半，然之後再將剩低嘅倉位放飛自我。咁呢個就係一個典型嘅突破例子。我哋嚟睇多一個下跌嘅例子，我哋都同樣嘅步驟 mark 低翻紐約交易時段
第一支30分鐘 candle 嘅高點同埋低點，跟住我哋轉到1分鐘嘅圖表。好啦，我哋見到同樣嘅做法，當佢跌破第一支30分鐘 candle 嘅橫盤區間嘅時候，並且出現回踩企穩，咁我哋就可以入場做空。咁止損你可以放喺前面嘅高點位置，而止盈你可以根據翻1:3，或者係用翻 standard deviation 2至2.5字作為你嘅止盈位置。咁呢一轉都係一個唔錯嘅盈虧比1:3嘅交易。咁相信講到呢度，你已經對呢個超短線嘅策略有一定嘅認知。咁呢一套策略唔一定每一日都會成功，只係一個高概率出現嘅一個 set up。如果你想學習更多嘅交易策略，你可以 IGDM 我，加入我哋社群，我哋會有更多嘅交易策略同埋實戰教學俾大家。我係 Moon，我哋下集見。